Hello，唔使問啦，佢梗係蕩失咗路唔啦。好嘈啦，或者佢會走咧。有冇人喺度啊？咪嘈啦，盧米亞，唔好出聲哈啊！哈，我咪有心撞入嚟噶，因為我隻馬唔見咗，嚟呢度借宿一晚啊。哥少華，你做下好心啦。哈，冇問題啊，好歡迎你啊。邊個喺度講嘢啊？喺呢度啊。邊度啊 Hello，咁神奇都有嘅。慢啲，盧米亞，你做嘅好事啊！個鐘有幾盞鬼嘅喎？停手，放低我啦！我叫你放低我落嚟啊！團結香港基金社會創新研究報告：社會創新惠澤香港。香港係一個經濟領先、物質富裕嘅城市。根據世界銀行嘅資料，香港人嘅平均收入已經躋身於世界各地富庶城市之列。富裕是否等於快樂呢？不過，經濟嘅富裕並不等於市民必然幸福同埋快樂。喺香港，面對日趨嚴重嘅房屋問題、青年上流困難、人口開始老化以及貧富不均等嘅社會問題，香港人嘅幸福感度比較低，係可以理解嘅。解決社會問題，人人有責。香港嘅社會問題複雜，要解決係需要全社會嘅解決社會問題，人人有責。香港嘅社會問題複雜，要解決更需要全社會人嘅關心同埋共同嘅努力。喺呢方面，香港一直以嚟受惠於大小唔同嘅慈善機構、非政府組織以及眾多嘅熱心人士。近年嚟，我哋好高興睇到商界主動履行社會嘅責任同埋共同價值嘅趨勢，而政府都有不斷加大社會民生嘅投放，包括推行伙伴倡自強計劃，成立咗社會創新創業發展基金等等。社會創新人士更添力量。特別值得一提嘅係，喺過去10幾年間，社會出現咗一批生力軍，佢哋利用嶄新嘅思維，突破傳統嘅方法，去幫助解決社會問題。有啲甚至已經創出品牌，例如促進視障人士共用嘅黑暗中對話，為獨居長者提供24小時緊急服務嘅平安鐘，為輪椅人士提供嘅的士服務轉的，回收並分配可食用剩餘食材嘅惜食堂，提倡素食去宣揚綠化環境嘅捐蚊地，用長跑鍛鍊發展青年身心嘅全城街馬等等，不勝枚舉，都係香港人嘅驕傲，亦都係眾多社會創新人士嘅成就。